即摆学生很热络，台南7股的树林国小是真用心，特别规划线顶教煮菜的影片，互家长甲学生会当做伙来煮食，来增加着爸仔囝、母仔囝的感情。接下来要倒洋葱，好到它变黄超好了，我们就可以加肉进去了。可是千万要注意，不要离它太近哦。这两个小小主持人正咧教观众做出简单的料理，因拢是台南7股树林国小的学生，因为防疫期间拢住伫厝内。树林国小特别规划这款的影片，互家长甲囡仔会使透过做伙煮菜，培养感情。因为在这个疫情期间呢，孩子他们大部分都是从事线上课程。那线上课程里面的话，其实上久也会很无聊，所以我们希望有多一点的手作课程。这款煮菜影片也将成为学校重要的教材之一，未来嘛规划煮食课程，和学生会使学到专业的功夫。我希望可以让孩子他学到烘焙的一些比较深入的一个内容，那甚至可以转换成他自己的一个技能。影片内面的菜色看起来拢真简单，加上这两个小小主持人讲话真趣味，老师希望讲今天同学看了后，嘛会想要来试看卖。